台北大巨蛋因暗举办头一场棒球亚锦赛，咱台湾对战韩国，即摆已经拍到第4局啊，分数是3-0，咱较占赢面。咱的总教练表示，选手对这个新的场地也阁算会当适应。嘛，因为大巨蛋打启用，顾虑到安全的问题，敢若开放17000人入场，坐无甲5成满。但甲比赛结束，这小偷人阵的状况嘛是真受到关注。 亚锦赛初三暗时伫台北大巨蛋开始比，上演台韩大战。台湾由新生代王牌戚玉熙担任先发，上紧的球速达到157公里。对21岁韩国的新宪民，总教练是讲戚玉熙真稳，正常只需要正常发挥就好。我该关心大巨蛋新场地选手敢无法度适应。都按照大联盟球场在做了，那场地会比较硬，跟我们平常在尤其是内野区、垒包区的那边可能就比较硬一点了。那跟一般球场的我们的软土比较不一样，大概选手也都知道，那适应上也没什么问题。总教练表示，相信选手会伫台湾大巨蛋头一场国际赛摕到第1场胜利。不过大巨蛋为11月初2合法使用这条到即马，因为测试的时间无够，考虑安全因素，进场的人数敢若开放1.7万人，不是满场4万人。 很期待啊，但是更期待的是可以坐满场，想要感受一下满场的那种氛围。那上场的选手真欢喜，进场的球迷嘛换穿球队服装来替台湾加油，有球迷特别为台南上北来参加大巨蛋头一场球赛。特别从台南上来的，而且我搭最后一班回去，然后明天早上7点半再上来台北开会。终于不用淋雨，不用在外面刮风，然后冬天还可以看到球。椅子的颜色稍微再改一下，就是那个白色会吃球。 进前台北大巨蛋捌传出有选手反映投手区后壁有淡薄仔惊，不过这个问题拢已经改善排除。线场时阵人流管控也引起注意。大巨蛋头一场国际赛，台湾敢有法度摕到历史性头一场胜利，互球迷原来真期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